當然主場球迷較多，佢哋將會見到科拿拍上奧運喺半年內咧係第一次喺聯賽咧係拍住正選上陣啦。呢個咧對呢隊波嚟講咧，自然係一個咧相當好嘅消息啊！今日除咗咧係科拿會拍奧運以外咧，其實利物浦咧仲有夏文咧亦都可以咧係復出嘅。即刻睇下利物浦嘅陣容先啦，門將啦韋斯達維特啦，後防咧4個咧就有復出嘅5號老將史當頓打左後衞，中路咧23號嘅加力查拍住12號嘅希比亞，右後衞係14號嘅希緊，即係桑治冇份踢啦。中場位置咧左翼咧就有15號貝加啦，中間有16號復出嘅夏文啦，拍住11號嘅隊長列納啦，以及咧係7號嘅史米沙亦都係咧係傷愈復出打翻右翼啊！呢個捷克球員。前鋒線9號嘅科拿拍住10號嘅奧運仔啊！至於愛華頓嗰方面咧，守門員咧係謝拉特噃，保羅謝拉特咧就正選，就視乎咧後備都係斯蒙遜啫，米列就受傷啊。後防嗰方面咧有波爾啦、哥夫啦，另外華鄧尼咧亦都係喺後防噶。中場嗰方面咧有沙維亞呢個新加盟嘅球員咧已經係出過一場噶啦。另外拍住佢嘅拍檔係黑哲神啦、哥連斯同埋班比。箭頭啊，被譽為近期愛華頓咧最大嘅發現啦，謝菲斯加埋奇雲金寶啊！你講得啱喎嚇，余若明就係咧講緊呢個謝菲斯咧，佢喺上一屆我哋都記憶猶新，就喺佢差唔多喺季中到啦。當時有個路邊消息咧就話呢個球員咧就同阿史密夫講，佢話你試下我啦。其實佢當時都係預備組嘅啫。我話你試下我啦，佢話你唔夠箭頭用啊嘛，我都得㗎。結果咧喺佢自動請纓之下，球會亦都係俾機會佢。阿細估唔到真係唔夠1年咧已經咧 top fit 啦。哇！記得到格利殊亦都翻嚟咧，捧翻咧係昔日嘅球會場啊嚇。而家咧佢如無意外都應該會翻去蘇格蘭方面發展嘅啦。當年咧球員以及領隊身份替利物浦咧立下唔少汗馬功勞啊，唔少嘅獎杯都係靠佢咧攞翻嚟嘅。數翻上嚟80年代咧，亦都自不然係利物浦咧近期至光輝嘅日子啦。之後咧90年代佢最威咧都係喺92年攞過呢一個咧係聯賽杯啦，當年咧亦都係呢一個愛華頓捧過呢一個咧係足總杯嘅。自此以後咧兩隊咧一齊走下坡啊！奇雲金寶咧上屆季尾救咗愛華頓，但係今屆嚟講咧佢嘅表現咧又大不如前喎，冇上屆咧係未咧係正式簽約嘅時候咧咁鬼 fit 嘅，而家咧就暫時2個入球啦，比起謝菲斯咧仲要少1球嘅。佢之出現咧，已經令到巴加約高呢一個上屆曾經係出現過嘅象牙海岸球員咧，係提早咧離咗球隊嘅。愛華頓咧之前仲有個卡丹馬達利亞，但係亦都咧俾謝菲斯嘅鋒芒所係蓋過啦。最近咧亦都係甚少上陣啊。今日愛華頓其實個陣容方面咧，前邊就唔使擔心噶啦。佢哋有個沙維亞呢新加盟嘅葡萄牙球員咧，打中場防守嘅位置咧。唯一擔心咧，愛華頓就後防啦，因為佢哋冇咗其中一個寶啊。老將嘅屈臣咧，因為傷嘅關係咧，不能上陣啦。留翻咧係4號嘅咧哥夫，另一位蘇格蘭嘅老將咧係打呢個中堅，就拍住14號嘅華亞，兩個都係蘇格蘭嘅球員嚟嘅啦。161次嘅馬西塞特打比大戰，利物浦之前贏過57次，愛華頓贏過53次。其實呢個數字拉勻嚟記都好接近㗎啦。近年就即係講咧，近10年8年咧就利物浦佔啲上風啦。但近呢幾年咧，愛華頓咧又好翻啲嘅喎。壁壘分明啊，紅衫打藍衫。主場嘅係利物浦，作客嘅係愛華頓。一開波見到愛華頓咧即搶想話推過半場喺中路咧係硬闖唔得，佢希緊咧呢邊頂翻出嚟先。班比沿住左路推未甩喺個波，仍然咧左邊控到呢個波睇下點啦，俾翻奇雲金寶想話猜翻過嚟左邊俾後邊冚埋上嚟嘅呢個係波爾嘅，咁但係咧對手咧快步截表先，列納咧解圍啊。哥夫喺後邊咧猜翻後啲先，再俾翻門將13號嘅謝拉特啊。呢個保羅謝拉特咧就係本來2號門將嚟啫，頂替咗咧係受傷嘅米列啊，擔任咗近期愛華頓嘅正選門將。哇！呢個波跌咗落地都踢到波喎，幾犀利喎哥連斯啊！哥連斯上屆咧就長期受傷，今屆咧可以話係復出㗎。
史密夫近期睇佢踢波都係咁嘅表情啦，都算淡定啦，都可以咁講。好啦，右路位置咧，睇睇呢個沙維亞點先，葡萄牙球員啊，加盟冇耐啫，150萬鎊啊，嚟自燕豪芬啊，靚波喎，鄧尼俾翻佢，睇到定先斬，應該可以斬得好啲啦啩，一個掛唔到，後邊冚上嚟嘅係紅衫嘅，咁啊可以清啦。史米沙咧差埋中間，再俾列納發板，速度相當快啊，兩隊打得。列納咧差過嚟左路等埋咧，後邊冚上嚟嘅史當頓啊！呢場波咧先難得正選上陣，貝加接應，哇靚絕！再級停俾翻後，史當頓重炮手嚟嘅，斬離遠處有啲 curve 啊！咁呢邊咧解圍不遠，射得佢啦！史米沙果然咧抽埋嚟，又俾對手咧成埲牆咁啊擋翻波出嚟。我利物浦咧今日喺中場嘅左右翼咧都係捷克球員啊，雙翼齊飛啊，兩隻捷克嘅翼啊！好啦，咁啊，左邊嘅呢隻貝加咧係逼咗個罰球，侵犯佢咧就係對手嘅鄧尼啊！呢個好年輕嘅球員啦，鄧尼咧20歲嘅啫。哦，罰球都唔係直接斬喎，直情咧放翻嚟左路，史當頓再批。咁啊，今日有史當頓咧就會多啲咁樣咧左路嘅橫送啊，佢啲波不嬲咧就夠晒直接嘅，同埋夠晒腳骨力。咁同馬定奧打開嗰方法有啲唔同啊！好啦，又嚟啦，又係史當頓推埋添，哇！有信心喎，真係最後逼到個角球。咁啊，難得打翻正選，咁啊睇嚟咧，史當頓都係要搏殺啦嚇，因為球會咧今屆只係俾佢呢場波第2次正選上陣嘅啫。咁其實睇到呢場波咧，利物浦嗰個決心係好大嘅。呢場波咧睇佢出球員咧，都知道係今季以嚟啊最強一次，可以話晒冷㗎啦。咁睇下角球點搞啊！史當頓咧都未射得翻去喎。好啦，第一個角球近處一落，哎呀個波咧咁樣打出去，睇下係咪謝拉特打到先個手錘。個球證啊判係球門球。呢個保羅謝拉特咧今日咧就打正選啦。咁原本咧佢哋今日嘅後備門將咧斯蒙遜咧就係好有機會打正選嘅，因為聯賽杯咧都係佢打正選嘅。咁斯蒙遜咧過嚟之前咧21歲入國腳，因為經常咧撐尾有機會上陣啦，但係過到嚟愛華頓咧，咁仲未試過咧係正選啊喺個超級聯賽上邊咧露面嘅。不過你講呢個咧第3號門將就身價仲貴過咧，而家出緊場咧謝拉特，貴成倍不特止嘅，係年輕嘅門將之中至貴啦，330萬鎊轉會啊！睇嚟係一個長遠投資啦，對愛華頓嚟講。後生仔啊，大把機會啊！睇下呢個波先，班比送埋嚟，但係呢個波唔到喎。好啦，解圍不遠，波已截咗，再叫翻埋嚟。咁其實雙方咧初段咧節奏都好快啊！冇呢個波咧，希緊啊緊隻腳攤長咧，將個波嘥咗出去橫邊嘅啫。咁其實利物浦今日陣中咧好多個緊係傷愈復出嘅球員啊，包括咧希緊都唔係好翻好耐嘅。好啊，搞埋嚟謝菲斯，哇！呢個波靚啊，奇雲金寶，靚就唔係靚在奇雲金寶呢腳喎，而謝菲斯咬俾佢嗰下咧真係恰到好處啊！咁奇雲金寶咧亦都係能夠把得到。咁今季咧第3個入波啦，奇雲金寶，我估唔到開波咧咁快時間咧已經係能夠打開紀錄啦。嗱，睇翻呢個波啦，一比埋嚟，謝菲斯出嚟迎翻個波，比呢下啱冇越位喎。其實韋斯達維達咧都出嚟封得相當之快噶啦。嗱，第一個波送埋嚟，真係不得不讚啊！呢個後生仔謝菲斯嘅，自己咧有入波能力，但係呢個波傳送俾奇雲金寶咧，亦都係恰到好處。咁所以點解咧就話利物浦咧就諗住有奧雲咧係自豪啦。咁呢邊咧其實愛華頓都有件好嘢就係謝菲斯啊！呢個19歲嘅年輕球員，嗰個閲讀球賽能力咧真係幾高㗎。頭先個波咧見到係好有腦筋啊，彼得咁啊，奇雲金寶啦個位置上啱好，亦都係冇越位，好早有波入啦。領先嘅咧係藍衫嘅愛華頓啦，作客個環境咧反而佢哋有個好開始啊！啊，上一屆咧雙方係殺到難分難解嗰場3比2嘅比賽，利物浦緊勝嗰場啦，啊都係愛華頓啦，好早啊入波先，1分鐘唔夠啊，當時啊入波嗰個大國字，不過而家走咗㗎。咁啊今日咧又有奇雲金寶啦，咁早又入波。咁但係似乎咧咁早入球唔代表咧就係編隊一定係會係贏到啊！因為打比戰氣氛完全唔同。不過肯定啊，戰情會係更加激烈，真嘅。咁啊加力查咧今日就仍然係打正選。咁啊其實咧後邊咧見到啊後備直雙軒索斯已經等住佢上㗎啦，已經係可以咧出場啦。
好啦，又係愛華頓攻勢，呢個波想話搏一搏嘅，睇下有冇罰球先。有啦，頭先俾咗罰球咧，愛華頓。咁啊，利物浦咧今年咧有啲好啲嘅跡象俾人睇到，就係有佢哋嘅後勁都唔係曳嘅嚇。咪贏過列斯啦，咁亦都咧係曾經係反超前贏過係李斯特城，雖然上個禮拜出至俾人逼喎。哇！見到愛華頓咧企喺峨眉月頂呢個咧係頭髮咧係一大嚿嗰個咧就係新加盟嘅葡萄牙球員啦，沙維亞。未睇到咧有幾多嘅功力啊？睇下陣間打成點。作翻出嚟禁區頂先。好啦，第一時間掃埋嚟，奇雲根本又唔夠咧，希比亞頂喎。喺左路位置，科納直線可以俾唔俾住科納 cut 埋嚟中間，再抹應該冇得去啦，因為喺旁邊啊，一個紅衫都冇㗎。旁邊嘅4個全部藍衫咯，科納如果自己咁樣硬闖咧，並非容易啊！我史米沙呢個波咧鼻腳先，貝加攞到，再一掃咧又省到沙維亞出咗界。落緊0-1嘅利物浦啊，肯定咧係大舉反撲㗎啦！史當頓咧係抌呢個界外球先，送翻後啲。希比亞今屆俾人印象唔錯㗎。史當頓，哇！真係力水咧，係永遠唔收啊，好硬淨咧！史當頓睇啲波，史米沙截到，射唔射得啦？阿文，掃之後甩埋，好啦！又見到愛華頓咧反撲呢個波咧，耷低頭係咁去啦。謝菲斯俾咗奇雲金寶，第一時間撞翻俾佢。哇！呢個波咁樣拉西法咧，就對手幾易截啊！希緊咧再解圍之後散到咧對手哥連斯出界。咁加力查啦喺對曼聯嘅比賽裏邊就梅開二度擺烏龍啊！咁但係咧就暫時咧仍然都係幾可靠嘅，球隊仍然俾佢打正選。不過其實佢之後咧就要爭㗎啦，因為有埋軒索斯咧，就事實上咧係並非佢係首選嘅。又係史當頓。應該追到個貝加嘅波啊！哎呀，問水啲，咁樣吸埋嚟咧就幾難咬腰啊！貝加今屆亦都係俾人感覺咧係有成熟咗嘅表現啦，暫時佢有2個嘅入球。先當叫嘅奇雲金寶，上一屆咧季尾都照用嘅時候咧，哇！真係8面玲瓏啊！咁啊最尾個月份咧4月份嘅時候咧，佢亦都係最佳球員。咁之前咧奇雲金寶效力咧特拉布宗。我哋虛緊推過嚟右邊，再落啲添。史米沙咧想話去埋，但值得留意咧，史米沙咧同貝加嘅打法咧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嗰個腳底功夫咧，其實史米沙仲比較幼細啲添。有一樣嘢一樣嘅就係呢兩位捷克球員咧，都係走動嘅範圍幾大，雖然咧擺出嚟就左右翼啊，咁但係咧大家都分別咧會去對方地頭咧係揾食嘅。貝加短短地先啦，但係個波喂翻過嚟俾佢就掹啲喎，省到貝加，但係貝加死纏爛打咧，都係只係能夠瞓咗波出界，變翻咧係愛華頓嘅界外球。呢個咧當年咧都打過利物浦嘅黑哲神咧，而家咧已經貴為啊愛華頓嘅隊長嚟㗎啦。咁啊，其實咧今日愛華頓嘅中場擺出嚟咧就嗱19號嘅新加盟球員沙維亞啦，咁啊另外10號嘅黑哲神啦，7號嘅哥連斯啦，以及咧8號嘅班比啦，其實前3者咧都係比較防守性強嘅球員嚟嘅，咁所以利物浦咧中路組織唔係容易啊。好啊，班比啊，咁啊創造能力中場嚟講以佢嘅較高啦，哇一推橫啫，呢個成個炒起喂，熱辣啊！球證當中嗱聲追翻翻嚟咧，吹罰啦！哎呀，哇！納巴克哲神咧，哇！真係難腰折劫喎呢個波，兩個都可以話咧係雙方嘅中場嘅指揮官嚟嘅。咁而且咧，雙方嘅隊長咧就係一個黑哲神，一個就係列納啦。咁啊，罰球開過嚟先，都要阿波爾急急腳一俾到過嚟班比，再一個單攞俾翻佢落底，哇！希緊殺到啊！原來係加力查嚟嘅，相當之快呢個波包出嚟。咁加力查咧就係英格蘭21歲啊國家隊嘅副隊長嚟嘅。咁但係嚟緊咧利物浦嘅中後場嘅球員咧，慢慢傷愈復出嘅底下咧，佢能夠爭取正選嘅位置嘅壓力咧，亦都係相當之大嘅。波爾
波爾咧其實係愛華頓都被寄予厚望嘅新星之一嘅啦，咁但係今屆咧都唔能夠確保到一個咧正選嘅位置。好啦，斬去禁區裏邊，但係過唔到頭。睇下攞翻落嚟，黑志成個波咧亦都係俾人踢甩咗。好啦，愛華頓沿住右手邊上落去啊，但係呢個波咧睇嚟欠咗啲默契啊。鄧尼呢個波送落去，都唔知係咪揾緊沙維亞嘅，但係呢個波俾咗出去邊線外邊出咗界添。史當頓。上屆加盟利物浦嘅，貝加一扣埋嚟中間，對方力逼底下仍然督到上嚟前邊。好啦，心口照翻過嚟邊上嘅位置，個球證出咗雞啦！呢個波，利物浦嘅罰球啊！呢個波咧就吹罰咗呢位啦，新加盟嘅球員啊，沙維亞。咁呢位葡萄牙嘅球員咧就係由燕豪芬過嚟啦。咁啊，其實喺燕豪芬咧就係波比粒神啊，一手一腳咧簽去過燕豪芬嘅。呢個波搓得靚啊，但係甩咗腳，好在後邊有隊友補多腳啫。史當頓，哎呀，呢個波出腳慢啊！咁見到愛華頓嘅球員咧，走動相當之快。夏文原本咧就話佢11月先可以傷愈復出嘅，但係比預期咧個進度理想啊。喺德國醫翻好之後咧，已經係有操練㗎啦。咁所以一過到嚟呢邊咧，呢場波咧可以話第一場咧正選上陣啊。史當頓再。呢邊左手邊立咗個波，再猜翻後先。暫時咧利物浦嘅推進咧都唔係咁暢順啦。嗱，中場一嚟咧已經係俾愛華頓逼得好緊。個頭先呢個波吹罰啦，從後得跌對手，吹罰一鄧嚟嘅。奧雲暫時呢場波咧變波次數都唔係太多。睇翻個波，奧雲仔得住個波，位就攞咗啦，大鄧嚟嘅腳一倒一拍。咁奧雲咧上場對住李斯特城咧就係俾艾利諾咧就係撞低咗。咁事後球證雖然連尼啊冇俾黃牌咧，但係就聽聞咧足總就要阿連尼重新睇嗰啲錄影帶咧，睇下使唔使加翻啲報告。咁如果係嘅話咧，將會喺李斯特城嗰度掀起風風雨雨啦。好啦，高波斬落去頭槌一頂落翻嚟中間危險啊！好在解到圍先。好啦，奇雲金寶到翻嚟將個波咧分咗過嚟右手邊。新加盟嘅沙維亞揼定個波，將個波踩翻後邊先。好啦，黑志神俾個直先，咁但係俾人擔咗個位，咁哥連斯冇法子攞得到。韋斯達維特頭槌批到過嚟，哎呀，跣咗呢個波奧雲啊！咁前面得個奧雲仔喺前面啫。哎呀，咁樣唔會。謝拉特啊，咁啊始終咧就係話嗰個比賽經驗咧唔係太多嘅呢個球員啊。呢個波送翻後咧，照佢大把時間，佢係淡定得滯。如果你話咁樣入咗咧，就真係笑到爆晒嘴啦嚇！兩個角球利物浦，第二個送㗎，咁睇下加力查得上嚟揾咩食先。嗌個頭槌解圍啊，頂翻後，好混亂下，不過應該射唔到啦，因為成堆嘅藍參，哇！呢個真係鬥志可嘉喎，愛華頓呢球員。夏文夾硬去射，你真係衝力射球啊，唔通6、7個球員喺前邊，點會俾你射得埋到佢啊？咁睇嚟咧，愛華頓嘅龍門咧就係佢哋暫時嘅隱憂啊！呢個謝拉特，之前嘅米列咧就自不然係好穩陣嘅。好啦，哎呀，科拿咧上到嚟咧踩啦，波可惜踩出界。其實科拿拍奧雲咧就固然係可以話利物浦最強一對前鋒嘅組合，咁但係佢哋一齊出嘅時間咧，其實咧往往都係要需要適應啊，大家互相嘅走位嘅打法嘅，因為兩個打法其實都係相當類似。咁當兩個一齊出嘅時候咧，就要睇清楚啦，邊個企最前啊嚇！咁通常地，奧雲會係前啲嘅。科拿一喂過嚟嘅時間咧，唔得啊，對手又截咗。哥夫咧差翻橫佢先，嗱，哥夫其實好路數啊，呢個球員，雖然之前走去美國揾食啫。呢個波猜橫咧出去界沙維亞追唔到啦，因為鄧尼咧打呢一個愛華頓嘅咧右後衞位置啊。咁啊，其實咧，愛華頓咧就係最近亦都係希望咧再加強實力㗎，咁啊，所以佢哋喺呢一個咧係些路迪啊蘇格蘭球隊方面咧係借咗呢個湯美莊信翻嚟，呢個都係之前喺英格蘭揾射嘅球員啦嚇，打個維拉等等嘅，咪今日喺後備直傷啊呢個前鋒。不過以而家愛華頓嘅前鋒嘅組合咧，奇雲金寶加謝菲斯應該咧如無意外都可以繼續係沿用㗎啦。咁除非係有傷啦，或者咧即係下半場入替嗰種咧係換嘅啫。
愛華頓領先嘅1-0啊！呢場嘅打比大戰啊，波爾啦去抌呢個界外球先。咁波爾最近亦都成為咗利物浦嘅目標啊！雖然利物浦不斷否認啊，因為一路傳出嚟嘅消息就利物浦好希望咧係喺左後衞咧增添實力嘅。咁除咗佢之外咧，亦都針過啦巴布啦、拜仁慕尼黑嘅球員啦。哥夫咧俾對科拿咧嚼一嚼，摸一摸嘴唇咧，哥夫可能咧撞爆嗰個嘴唇啦嚇。事實上咧，計翻史當頓咧打個左後衞嘅位置咧，年紀都係有翻咁上緊㗎啦。穩定後生仔作為補充咧，亦都係未嘗不可嘅做法啦。咁史當頓咧，即係好多時即係球會方面唔係咁多俾佢出啦，就有時嫌佢硬淨過頭，又欠啲幼細，即係回身嗰啲又慢少少，就係呢啲驚咧會有失誤出現。呢個波睇嚟係出咗奇雲金寶先啊！咁講翻頭先啦，愛華頓嘅後備前鋒湯美莊信咧，暫時係借用3個月啫。咁但係如果有表現嘅話咧，佢係希望能夠簽長約嘅。咁但係如果愛華頓嗰隊箭頭仲係咁標青咧，睇嚟都要試用都唔能夠喺超級聯賽裏邊，可能要擺落去啲後備席嘅比賽啦，預備咗啦。咁因為佢哋杯賽都冇乜行啦，暫時嚟講。好啦，越差越後喎，波利物浦俾人逼到過嚟，哇！小禁區嘅位置，韋斯達維特將個波俾翻過嚟出邊嘅加力查，送翻前面嘅史費沙，都係唔去得俾翻後，猜到過嚟左手邊嘅史當頓啊！咁啊猜咗好多腳啦，但係仍然都喺後邊嚟到橫傳嘅啫，列納。見到入邊走位呢個波咧俾得空啲啦，希緊走到上嚟，哇！班比都埋嚟幫手啦，喺個閘位嗰度幫手包波添。好啦，大家送上嚟前邊，睇下快唔快一步，邊度快啲咧？謝菲斯咬埋嚟中間，咁踢得幾正下㗎，唔係貿然俾直線，一俾個直線啊！可惜奇雲金寶呢個波攞得唔靚，好在隊友埋嚟幫，好嘅通過坑渠去埋油啦，但係。彼得基個球先俾得靚，哎呀！原來以為個彼得益添，原來吹罰咗，真係可以俾得益嘅呢個波，真係可以俾得益嘅其實，因為係犯規你可以之後俾翻咯，因為個勢真係去到啊！咁除非球證個雞聲咧已經係響咗先啦，佢唔知道後邊咧有我，唔知係旁邊有一個鄧尼啦係立到呢個波，啲謝菲斯嚟嘅，咁啊俾人踩掉就黑捷神，就係講緊史當頓呢啲問題啦嚇，咁啊有時回身嘅話咧真係。稍嫌咧係過勇啊，同埋咧係唔夠快啊！但係固然佢硬淨都有個硬淨好處咧，你睇下斬波真係不得了嘅。哥尼斯去斬呢個波遠處落，好啦，韋斯特維特緊緊打到，睇下咪角球先，因為荷蘭門將。嗰啲球員有一樣嘢好咧，就肯嗌㗎。咁啊喺利物浦嘅近年嘅呢幾個龍門咧，都好難做到呢一個領袖嘅角色啊，佢可以做到。哇！啲沙維亞外形都真係殺食啊！頭髮咧高咗3-4寸都有，成個人咧真係神高神大行出嚟啊！咁啊睇下頭槌掂唔掂先？角球咧第一個因愛華頓啊，黑捷神落開，一斬頂到埋嚟，喂呀！韋斯特維特醒啦，真係！哇！呢個波救得好靚喎，反應快到不得了。呢個謝菲斯啊，前途無限啊！睇嚟啊，嚟人仔細細竟然攝個位攝得咁靚，一頂埋嚟，原來龍門口仲有奇雲金寶咧，睇嚟將個波改變方向㗎。好，角球第二個右線到，未出界住掛翻埋嚟咧就冇行啦。咁愛華頓咧呢場波俾你睇到咧，謝菲斯咧其實都真係，雖然佢打法咧同科蘭奧雲咧有啲唔同啊，但係佢有佢殺着啊。列納射得亦都唔錯，射得呢個波補多腳曳啊！就照計冇乜理由射嘅科蘭呢個波啊，咁窄角度啊，心紅啊或者係心急啦嚇。先係列納帶咗一程啦，咁遠射埋嚟，你睇下科拿同奧雲呢個波真係尷尬啊！兩個竟然企埋同一個位嘅，咁啊點算咧？你話嗱，較早前謝菲斯呢個波射埋嚟，哇好嘢喎！斯達維特，你話咁早輸多粒咧，真係難搞啊！射門次數其實都係利物浦係較多啊，咁但係細估唔到愛華頓嗰邊咧就兩個埋門咧質素咁高，一個入咗，一個咧就爭啲可以入，兩個都中目標㗎。哇！謝菲斯個波靚啊啦，過到史當頓入到禁區裏邊，個球證好似冇吹呢個波啊，都睇得清楚啊，可以唔俾啊呢個波。謝
謝菲斯想話搏12碼㗎。咁其實明顯見到史當頓唔夠謝菲斯靈活嘅。咁其實利物浦咧睇嚟咁嘅後防對住謝菲斯有啲隱憂㗎，因為史當頓咧轉身真係慢過謝菲斯好多。好啦，睇下史米沙嗰邊喺右路發難去啊！哇！幾乎俾你推過埋啊，發達啦！波要話咪搞，鏟落一鏟咧個波亦都鏟得相當之準，將波踢咗出橫邊嘅。好啦，史米沙開始做發電機啦，慢慢嚟啦。好啦，彎埋近處俾人頂翻出嚟，睇黐唔黐得落個波，應該係追到，但係咧就係追到都俾人扛住啦，唯有將個波猜翻過嚟後邊加力查，俾埋嚟中間夏文。好啦，送過嚟右邊但係比失咗呢個波啊！咁夏文呢場波其實就係傷愈之後嘅第一場嘅啫。咁對佢嚟講咧，呢場打比大戰放佢落去咧，就係壓力係相當之大嘅。好啦，沿住右手邊黑哲神唔去指啦，再俾翻後啲先。鄧尼望望中間有人斬埋去，但係唔到啊！想話斬俾喬寧根寶個波斬唔起喎。後邊就話：呀，俾人逼再斬呢個波求其啲啦。主要個路數咧都係解圍為上嘅啫。韋斯達維特擲翻個波過嚟，又係俾史當頓嗰邊好中意利用後衞史當頓嗰邊去嘅。咁但係史當頓咧就係都係唔去接啦，再俾翻後邊門將韋斯達維特高波斬上去都斬咗幾大腳喎，到對方嘅3閘線位置。好啦，呢個波撩埋嚟，吹罰啦球證。咁列納呢場波嘅攔截都幾狠下啊！咁球證係第2次警告佢啦，最後都係決定用黃牌擲名啊！列納咧攞佢呢場波嘅第1面黃牌，又係侵犯呢個黑哲神嘅，今季係第2面啦。呢個黑哲神以往利物浦叫壞孩子啦，咁但係其實你睇到愛華頓之後啦，即係同埋加上啱啱結婚啦，咁啊好似修心養性啊，真係啊！咁佢而家踢法咧，雖然都係粗㗎，咁但係你比起列納，竟然佢都仲係咧比較斯文嘅一個，或者亦都係經驗夠啦嚇，有時呢啲埋身肉搏啦，要避重就輕啊！科拿要咧嚟球10碼啦，球證咧係拉你咧埋嚟同佢講講先。科拿同奧雲咧呢場波仍然都喺度夾緊啊！其實咧就話唔係話指定邊個一定係打最前，但係一定係走位咧夠默契。希比亞咧快步咧睇利物浦咧後場解圍先，哇有咁遠揈咁遠啊！喂，個副嗰個身咧得住佢先。科拿上一屆咧喺對住呢個愛華頓入波之後嗰個慶祝嘅扮演君子嗰個動作，令到佢咧缺席最後嗰幾場。